快活谷跑馬地第一場5班馬跑1650米，啲馬都行晒出嚟噶啦。夾晚大熱門係莫雷拉隻9號，但9號仔咧就未有賽績嘅。1號而家見到呢隻幸運福星幾好啊，上仗跑第一，本路程跑一次贏一次。上仗係潘明輝7.6倍跑第一。2號咧就駿馬之星梁家俊，梁家俊隻馬咧跑一次上唔到名，上次第6原班人馬又係好好嘅呢一場啲馬。曾經勝出嘅咧就係1372，入個位置咧就561，好多隻馬都係有賽績嘅。上次前三係136，9號就唔上名嘅，成為咗隔晚大熱門。睇下啲 Jenny 揀乜嘢啦。5號影住呢隻叫神驅馬力由紀仁安，紀仁安跑咗幾次都係普通啫喎。呢隻馬入過2次 Q， 一個第3。7號就係威威父子麥道朗，隻馬曾勝同程，上仗潘明輝跑第4，而家俾麥道朗。威威父子夾晚10倍，主持要3589，即係有3有9，有冇杜婉欣喎？7號威威父子，6號杜婉欣呢就係上次原班人馬夜2配入 Q， 輸一個頸位，今次係杜婉欣再嚟過。3號智旺財布文呢隻馬咧，上次布文7倍跑第2，而家原班人馬嚟過呢隻馬，一個第1，兩個第2，一個第4，三個落地。上仗前3係136，有3有6啊！呢我要36，話佢要富裕君子啊，即係咁啊，攞埋隻狗啦。我要3號6號，我要呢個布文同埋杜婉欣。9號咧就係香港粉絲多啦，莫雷拉啊，所以就。但係睇成績表唔係話佢唔得啊，即係我唔知佢得唔得啊啫。但係佢上次跑第6，快活谷1650米跑一次上唔到名，試2次集日表現一般咁樣。富裕君子莫雷拉方嘉柏啦，方嘉柏就係1號練馬師今日，但係今日好特別喎，淨係計嗰幾場挑戰賽嘅啫。而家呢啲冇分嘅呢啲。12號武林至尊田泰安入過4次 Q， 一個第1，一個第3，兩個第4，五個落地。本路程係路有專長嘅呢隻馬，跑好多次。電算機顯示咧，3號就紅燈，9號就6倍，6號杜婉欣就7倍，然後呢個7號咧就叫做威威父子麥道朗咧就8倍、9倍。喺呢幾隻馬多啲關注咗隻12號武林至尊，武林至尊咧就係上次跑第4田泰安邊線啦，今次再嚟。Jenny 又冇要佢，要隻11，要隻勁爽楊明倫。10號仔啦，見到呢隻東方福寶無顯東1650米，主持要3589，有3有9。Jenny 都有3有9，佢又唔揾杜婉欣喎，即係我要中意杜婉欣啲拼勁啊！上次都係輸個頸位。6號杜婉欣後邊嗰隻啊，後邊嗰隻前邊隻咧就係富裕君子莫雷拉嚟嘅，莫雷拉同阿杜婉欣打下招呼咁啦。去到閘後邊，閘前唔係閘後，閘後呢度基本上係即係應該叫閘後邊。上一個賽事咧，個尾二嗰場
嗰隻馬當係退出啊，出閘嘅時候有問題，係有得退票嘅嗰場。呢隻莫雷拉啦，呢隻藍色衫，呢隻富裕君子咧，本路程就唔係首本，上次就跑第6，好一段日子之前嘅何澤堯跑第6。2號仔布文灰馬，3號仔啊智旺財，2號仔駿馬之星梁家俊，梁家俊加係9倍。梁家俊隻馬上次原班人馬跑第6，佢又係同9號一樣跑過1次上唔到名嘅本路程。阿 Jenny 揀9號，揀莫雷拉行頭，或者特別積極啊，或者收到風或者收到方家柏團隊嘅信息，聽到或者睇到現場傾咩啊？杜婉欣5號仔神驅馬靈紀仁安，紀仁安就買入過2次 Q， 好幾隻馬入過 Q 就贏唔到嘅，就係包括全程路通，包括神驅馬靈同埋呢個勁爽。Jenny 有揀勁爽11號，揀楊明，隻5號仔咁好笑嘅，隻神驅馬靈紀仁安咁好笑啊，同啲團隊啊輕鬆啲好啲哦。而家綠色格咧就有7號仔麥道朗嗰隻威威父子曾經勝出嘅1、3、7、12係贏過嘅，上仗前3咪就1、3、6。睇 Jenny 得唔得啦？佢中意莫雷拉，夾晚大熱門，自己本身係有個取勝率嘅。紅燈亮起，上次尾場嘅時候唔知點解個咪咁沙聲，我調過啲裝備，睇今日會唔會好啲？希望唔沙聲啊！希望啲網絡好啲。4檔就龍佑生冷門嚟嘅，龍佑生8號仔好冷都唔係啊，11倍希威森，灰馬布文咁早入嘅，然後6號全程路通杜婉欣隔離位嚟嘅，全程路通智旺財係1檔3檔咁，即都係隔離位嚟嘅。7號威威父子紅色衫入緊，入個8檔嘅咧就係勁爽 ，Jenny 有揀呢啲嘅。飛多檔國際騎師錦標賽嘅晚上，頭場賽事5班1650準備，隨時起步。隨時起步啊！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大家都並排出閘嘅。前面快啲咁啊埋邊位置有呢隻係全程路通啦，中間灰馬智旺財啊，外邊有2隻分別係勁爽啦，最出紅衫係幸運福星啊，跟住個第5位紅衫就威威父子，灰馬第6位龍友生，內欄第7係武林至尊啊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分別有駿馬之星啦，藍衫紅帽尾4係富裕君子啊，後邊3匹馬分別係神驅馬靈啦、鐵甲縮龍啦、暫時殿後係東方福寶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呢個滿貫彎，前面放頭嘅馬咧就勁爽啊！咁啊跟住第二位就幸運福星啦，內欄第3係全程路通啊！灰馬嘅第4位智旺財啦，內欄第5有呢隻就武林至尊，中間灰馬龍友生啊，3搭外邊係威威父子啊，後邊嗰5匹馬富裕君子尾5尾4外邊白鼻菇咧有呢隻駿馬之星啊，後邊3匹馬鐵甲縮龍啦、神驅馬靈啦，仍然殿後係東方福寶嚟㗎。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接近呢個600米段處啊，前面放
況都仲係勁爽嘅，位置變動上面嘅喐動唔大嘅。幸運福星第2位全程路通，第3智旺財，第4有馬走外邊啊，係東方福寶啊，走咗上去綠色衫個 part 啊，後多層啊嘛，內欄位置武林至尊，中間仲有龍友生啊，外邊啊威威父子，後邊嘅4匹馬，咁啊有富裕君之藍衫要攞出嚟，最出嗰邊仲有隻駿馬之星啊，後邊2隻鐵甲速龍同埋神驅馬靈入正將嘅直路啦，東方福寶咧佔先咗嘅，呢個時候從中檔上嚟有全程路通，外邊追灰馬仲有智旺財緊隨其後，出邊位置仲有富裕君之內欄勁爽，最後100米啦，中間位置有全程路通鬥緊智旺財嘅時候，莫雷拉嚟啦，外邊富裕君之冚晒，跑第2名嘅馬要影相啦，咁啊埋欄位置勁爽，外邊灰馬智旺財中間夾住全程路通跑第4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哇犀利啊！莫雷拉啊，果然 Jenny 真係好嘢，369啊，隔隻6號，我以為佢掂啊，真係嚇，點知做跑第4添，36裏邊嗰隻係咩嚟㗎？裏邊嗰隻叫做咩？勁爽啊 ！Jenny 揀啊，有啊，有9有11，哦，隻3號仔跑第2啊，俾阿無顯都擾亂咗啊！9號係今晚大熱門個 program 頭注1注得返5注，我估有啦，4注定5注啊，應該今晚大熱門又中啦。灰馬係布文，一路都好他條咁樣。如果唔係無顯東走上嚟咧，佢唔使咁頻撲啊！真係1號仔跟住幸運福星，紅色衫嘅喺外碟呢隻馬咧，上次跑第1嘅就係潘明輝，但係今次冇錢收啊！今次話跑到嚟依度，隻勁爽帶咗頭，翻到嚟都有一席啊！即係幾好嘅啫。呢個叫做咩啊？呢個叫做讓命論。翻嚟都有第3名，咁然後就1號幸運福星紅色衫，然後就杜婉欣最坎坷啊！真係呢一場，咁就灰馬喺度 hold 住啊，吊住啊杜婉欣跑，佢諗住呢2隻係假想敵嚟嘅。上次跑第2啊嘛，呢隻上次又係跑第2啊嘛，又係原班人馬啊嘛，即係呢2隻馬諗住都係呢2隻馬可以贏前面嗰2隻馬嘅。但係到呢度有隻綠色衫嘅，叫做無顯東，呢隻犀利啊！呢隻叫東方福寶，佢又冇錢收㗎，出嚟滋擾你，搞亂你啲步速都啱啊！如果你跑到翻嚟有嘅話咧，你有一席嘅呢啲轉彎，咁就勁爽喺貼欄咁好啲。咁跟住一杜婉欣，哇飆出嚟，我以為佢呢隻得㗎，我以為啊，跑到嚟呢度，我以為呢一杜婉欣得㗎。布文走上嚟啦，哇！點知阿莫雷拉隻藍色衫喺個內碟走去外碟，一路衝上嚟咁好嘅，久休復出都咁勁，都咁勁啊！贏過幾馬位。9號係隔晚大熱，3號係現場大熱，咁啊中咗 Q 啦！好多時候係咁嘅。咁然後咧就係勁爽楊明倫，杜婉欣跑第4真係坎坷，我都坎坷啊！真係39蚊，哎呀，熄燈之後落飛喎隻9號。3重彩就2866，Q 咧就係118蚊。佢要36啊嘛，攞埋 Jenny 隻狗嘅行頭啊嘛，咪369啊，跑咗134名出嚟。有冇上映？有上映啦！今日莫雷拉嚟到先拔頭籌，隻馬咧嚴格講起上嚟冇賽績㗎，1650係冇賽績㗎。但係呢位方嘉柏今日就係1號騎師，1號練馬師王啊，潘頓係1號騎師王，好好啊，跑得從天而降咁一路喺最後嗰4隻馬嚟嘅呢隻馬，
最後拉咗出去出邊。好，莫雷拉、邦加柏跑得好好啊！馬名叫做富裕君子。有落到咩格先？落好多飛啊！好，影翻張靚相。啊，久別重逢。莫雷拉，富裕君子。